再來看，這國民黨主席鄧麗文是去訪問美國，伊昨暗去參加華府的郊宴。伊講，其實電視會頂頭呢，並無討論到一國兩制，也有對美的軍購。有美國人士呢是希望在台灣會當甲國防預算提懸到 GDP 的10%。鄧麗文是認為講，這是無通好得到支持的。也毋過，民進黨立委所表示講，其實這根本的問題呢，毋是佔 GDP 的偌濟，是國民黨自頭到尾攏咧主動。國民黨主席鄧麗文也國民黨黨旗甲僑胞合唱《中華民國頌》。美東的時間11暗時，鄧麗文出席華府的郊宴。因為外界關注鄧麗文的兩岸路線的主張，鄧麗文致辭的時主動講到，第10會並無講到一國兩制對美軍購，只是希望會當重捧兩岸對話甲談判。在正式會的過程當中，的確沒有去談到一國兩制，沒有去談到對美軍購，所以我相信21世紀現在兩岸絕對會用我們的智慧來排除自相殘殺的戰爭悲劇。鄧麗文在接受美國媒體 NPR 訪問的時嘛強調，無甲習近平講到統一的問題，希望和美方了解國民黨主張甲北京加強交流，創造和平的路線。但是有美方的人士希望台灣甲國防預算提升到 GPT 10%。鄧麗文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座談的時，回應台灣無法度負擔，閣較無法度得到民意的支持，應該甲備前的交流轉化做建構制度化永續的和平。如果提高到10%，那什麼概念？那幾乎就80%、90%都是國防啊！我看連在打仗的以色列都沒有這樣編呢。重點不是在那個他要佔 GDP 的多少，而是台灣目前實際的需求，國民黨都不願意支持。這屆訪問美國，鄧麗文接觸的美方政治高層嘛是關注的焦點。鄧麗文講，這2天有見到9個國會議員。原來他們已經發動了所有的力量，要美國國會議員不要見我。2天這麼短的時間之內，還好我的腿長，我們真的見了9位國會議員。若傳出美國國安會取消甲鄧麗文的會面，而且無講原因，國民黨反駁鄧麗文佇個華府甲行政部門的會面完全保密，未對外泄露任何消息，是特定的媒體調過伊咧批評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